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2月11公司台语台 M 新闻，我是陈富宪，先来关心今日过年暗的新闻重点。今日国大头雨势减少，真侪民众拼转去食团圆饭，国道的车流量加平常一倍，目前路况也真顺。加一件对法国来经过便利，另外传出 AZ 疫苗效果无好，有民众想要蓝咧做，专家无建议。拜登上任3礼拜到今，才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掠中国侵犯领权施压台湾。新闻开始，先来关心天气。这阵风面已经渐渐过去，各地头各岛就较无好啊。稍后会透东北季风对初1到初4，北部、东部会较淡冷，中南部是好天气。若到初6开工，还有一阵冷空气到倒，会变天雨来，北部恐惊会剩12度。天气看落乌阴乌阴，不过台湾北部的雨有落较少啊。气象局表示，受到东北季风变强的影响，中部以北甲东北部的天气反热，北部甲东半部也有马祖，可能要是有部分的地阵雨。上午之后，其实各地的一个降雨情况都是比较明显趋缓的一个情形哦。不过在封面之后，紧接着就是东北季风增强哦，所以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云量上来讲，都还是比较偏多，而且可能有一些下雨的情况。那中南部地区来讲的话，就是已经恢复到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形态。气象局预测，春节连假这段期间，初1到初4，北部甲东北部是迎风面，持续吹东北风，也是维持较湿较冷的天气。台南以北甲东北部低温会伫13度至16度左右，其他的地区低温伫17度至18度。台湾北部会较冷，爱等到初4东北季风减弱，水汽较少才会出日。北部来说的话，大概比较凉一点点，16到21、2度。中南部呢，大概是26、7度，日夜温差大，阳光也比较大。那好消息的是，因为这个有下了，全台湾都有下雨，所以目前中南部的这个空气品质的显著的好转。天气风险公司表示，到2月16，阁有新的一波东北季风会变强。2月17，也就是初6上班迄天，有一波冷空气落南，迎风面地区可能会落雨。台湾北部低温可能敢若剩12度，民众都要注意保暖。记者综合报道。因应水情暗岛台中丰原成功地区限水，真侪社区民众早暗就无水啊。今日过年日就搁靠水车供应，拍歹心情。水利署把握这阵方面实施人工真好，有料会当退水库进水1400万吨以上。甲水道头开开，是一滴水都无。今天是年节，怎么办？都没水，你看一点水都没有。台中丰原甲成功受到夜间减压供水，也有日时减量供水的影响，讲线尾也有大型社区的住户，围路前一天无水通用，到围路即天的水嘛真细港无够用。台湾自来水公司紧急调派水车来应用，不过民众也是感觉真不满。昨天也是煮饭煮到一半也是没水，那昨天我们全家都没人洗澡。洗澡洗到一半，类似我头洗到一半的时候状况下，它马上就是水都是完全不够。对我们这个社区28年来是第一次遇到这个状况。过年期间用水的需求较大，煞无水通用。台中丰原甲成功的大型社区冲击上大，民众表示，永过就算欠水，嘛无发生过新正年头无水通用的问题。当地里长伫围路这一天电话是接无休困。台湾自来水公司表示，受到影响的差不多有500多户。也若供水区要伫咧压力正常的范围。夜间减压的水进来的水又不够多，使得整个恶性循环之下，大家都导致这几天缺水缺得非常严重。那个地方是因为刚好是在管线的末端，夜间有减量，所以可能夜间的水量会比较低。但是我们现在日间呢，我们就是尽量维持大家的供水哈。那我们现在也正在调整。水利署嘛伫这个月初10，针对12个水库做人工净化。其中翡翠水库增加的水量上济，有450万吨；苗栗里溪潭有200万吨；台中德基水库是190万吨。总计到11为止，全台湾的水库增加的水量按算会到1400万吨。不过新竹、苗栗、台中甲中华北部地区的水情灯号也是感觉色的，呼吁民众都要准则用水。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是春节假期的第2日，真侪民众拼转去食团圆饭。高公局表示，过年日的车流量敢若比平常加一倍，目前各道的路况也真顺，有了初1会有一波路南旅游的车阵。
永暗就特别围炉，真侪民众小连续出发登去故乡。高公局表示，今仔日规港的交通量是98万车公里，敢若比平常时加一倍，是春节7天连假当中交通量上少的一天。国道路况大部分拢是顺利的，当然连假一定会塞车的国道5号，速度每当维持在60至80。我们在小年一开始，我们就封闭了国五的石碇跟坪林2个南下的入口，整个国3双向要往国五的部分，我们都会用比较严格的闸奥一控的方式来去让整个往国五的车流能做一些管控。那所以在今年大家会感觉到说，往国五的交通会比历年的感觉会比较顺畅。高公局表示，虽然今仔日国道整体车流也阁算顺利，毋过到初一也阁有另外一波落南的旅游车潮，像讲国道1号的营运到新德系统、中华系统到保盐系统、国道3号土城到关西、快关到雾峰、国道6号的雾峰系统到东草屯，还有国道5号的南港系统到头城，拢是开始出现塞车的路段。接下来的话，真正的一个比较尖峰的一个交通量，大概会集中在初1到初5这5天哦。那尤其南向的部分会从初1到初3，那最大量会在初2。为了分散车流，高公局嘛建议，春节连假出外旅游，南北长途会当行国道3号甲台61线。若是底道的民众就唔通上国道，该行台铁道路，才袂因为塞车，转来互出去佚佗的心情变歹。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疫情，今日国内增加一件境外病例，是对法国入境。另外，咱台湾向英国药厂阿斯特捷利康订1000万吨的 AZ 疫苗，不过却传出防护效果无好。有民众关心，敢会当注完个注北京疫苗？有专家无建议男咧注，着个观察。不少民众伫咧申请进前倒来台湾做隔离，都是为着要赴过年。不过，指挥中心公布，国内新增加一个新冠肺炎境外移入的病例，是台湾招20多岁的男性。去年9月份去法国留学，今年1月2到回国。原本初一隔离就要结束，结果居家检疫的期间出现症状，采检了后确诊。CT 值虽然是28，但是昨天再采检已经到39，再加上他的检验的血清抗体是 IgM 阴性 ，IgG 阳性，所以显示他在国外已经感染发病至少1个月以上。国际疫情要小白体，嘛互疫苗的采购引起大家的关心。指挥中心公布有买到 AZ 甲莫德纳的疫苗，不过最近推出 AZ 的疫苗保护力无理想，互外界烦恼讲，若是保护力无够，敢袂当甲其他疫苗揽做伙做。专家指出，目前国际上注第1甲第2期的疫苗，建议要是爱共一个牌子，若是要揽咧做，需要搁较侪临床的资料评估。不同的疫苗之间大概都不太会有产生严重副作用的问题啊，它主要就是说有的疫苗会干扰它的效果。AG 疫苗这种活性减毒疫苗，它之所以第2剂加强剂的效果不好，就是因为第1剂打了以后引起来的病毒抗体的干扰，让第2剂的病毒没办法活。如果第1剂是打活的病毒的疫苗，第2剂是打不活化的疫苗，不管它是 RNA 疫苗或者是蛋白疫苗的话，理论上都有可能会避免掉这种抗体的干扰。这个东西必须要临床试验去证实。要若注疫苗了后，民众敢会当出国？有医师认为讲，都要考虑国际疫情敢是有转好，还有注疫苗的比率甲保护的效果。不过，有医师讲，注疫苗了后，基本上已经有一寡保护力。当我打上疫苗，我身上有抗体，我去到那个流行区，我还是不会受到感染啊，我也身上也不会带着病毒啊。所以，我是觉得，如果我们自己打上疫苗，我觉得我们出国就比较没有问题。新冠肺炎的疫情发烧超过1年。防疫措施甲注疫苗，每一步要安怎行，拢爱真尽心，才会当找出上适合的方案。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即日解除湘北桃园病院的禁止探病令，住院患者和一人陪伴探病访客，大家开放一个时段，一届上最2人。不过桃园在过年时要是禁止探病，但年过才会调整。桃园11间大型的医疗院所，过年这段时间也是维持禁止一般病房探病的规定。过年了后，会搁看状况来调整。在上一次的11家责任医院的联防会议，那么他们希望在春节期间能够维持这个不探病的这样的规定。那当然有特殊或者是人道的情况可以弹性调整。那主要是希望降低医院的负担。不过，这个禁令无包括加护病房、甲护理之家，嘛互各病院会当看状况来调整。不过，民众嘛拢表示，防疫优先，会尽量来配合规定。一般的病人，我们的探病还是禁止探病，但是呢，
护理之家的病人，我们已经开放探病。在加护病房、安宁病房，我们也都有开放探病。不方便，还是可以接受的。那他既然这样规定，你也没办法啊，那怎么办呢？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这个月初10开始，北北桃地区的病院解除禁止探病禁令。住院的病人陪病者是一个，探病访客逐工固定一个时段，大概上侪2个人。北北基的医疗医所嘛对咧放令限制。台中市卫生局嘛做回公告开放探病，毋过就患者认为讲，也是莫开放探病会较好。中央公布说那个条件就是北北基整个都开放了嘛，本土的疫情都稳定下来了嘛，所以我们就原则上就恢复跟中央一致。不要来探病，我觉得防疫还是比较重要。台中市卫生局指出，照风俗伫咧新正年头，除非有必要，一般民众会减少去病院探病，却伫人性考虑放令探病限制。卫生单位过年期间嘛无休困，袂因为春节假期来放令防疫令令。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换来国外，美国总统拜登上任无3礼拜，到打才甲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敌中国侵犯人权、施压台湾等等。另外，阁下令美国国防部针对中国成立特别工作小组检讨战略。伫台湾时间11早起，也就是过年暗暝即天，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了后，头一届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通电话。中国央视报道，拜登向中国人民来拜年，习近平是搁一届来恭喜拜登正式就任，两个人就中美的关系、国际问题等等来交换意见。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选择。中美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一场灾难。根据白宫公布的通话要点，拜登搁一届强调，伊的首要任务是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繁荣、健康甲生活方式，还佫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拜登嘛伫咧通话了后发布推特来表达，伊针对北京的经济作为、人权侵犯，还佫对台湾的威胁表达关心。拜登甲习近平讲，敢若对美国人民有利的代志，美国才会甲中国来合作。习近平是表示，台湾、香港、新疆等等的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方应该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台湾、涉港、涉疆等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美方给予谨慎处理。其实拜登早一点仔才伫咧上任了后，头一届前往美国国防部宣布要针对中国成立特别工作小组，而且下令重新检讨对中国的战略方针。It will require a whole of government effort, bipartisan cooperation in Congress, and strong alliances and partnerships. That's how we'll meet the China challenge and ensure the American people win the competition of the future. 外交部门感谢拜登政府从1月20号上任以来，持续不断展现对我国坚定的支持。针对拜登习近平通电话的代志，台湾外交部除了表达感谢，嘛强调讲，拜登政府上任了后，已经真侪届来强调台湾关系法甲6项保证，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真坚定。总统府发言人张顺涵嘛表示，拜登总统伫咧台海安全甲人权议题等关的关心，台湾是表达钦佩甲感谢。台湾嘛继续甲美国在内等等理念相关的国家来合作，共同替印太地区的稳定甲繁荣来打拼。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辑。镜头转来咱台湾，今日过年暗就食团圆饭，từ高雄左营有一条街专门咧卖围炉的菜出，透早就真侪民众赶来排列买古早味的总铺手炉菜。有总铺师讲，虽望疫情也无煞，生意颠倒更较好，因是无用规味的资料款食。2个3块，哎呦，多一包笋干给你了。领菜民众每一个拢是抢挂一大包，若无就冒几箱。围炉即天透早，真侪民众赶咧来做夜关帝庙即搭提注文的年菜。我要做一项，我买2位咧，因为阮查某囝住红山，啊，摕当阮查某囝啊，大家做伙食。阮在地的啊，拢知影食食会好啊，系啊。阮就在地，因为这嘛第3代啊。现场的鱼翅鸡就有骨牙汤，也有笋干、卡裤、煎八宝丸等等，拢是办桌才食会到的菜色，真受欢迎。也袂领订单，阁有遮尔济，若是想要现买，恐惊买袂到。啊，就以前本来去餐厅拢订餐厅，啊，今年我想直接买。疫情的关系，阮这店的生意阁如何呢？啥物的店底会较好啊？因为人大家无爱餐厅，无爱遐食，啊，就拢来买这当因兜食。
左营原地庙边仔的街路，至少有6、7台布棚，拢是无共的总铺师卖因的手路菜。这条年菜街其实本地是当地总铺师，因为办到生意落车，20年前开始伫路边卖年菜，想袂到生意真好。上早就是2个尔，阮其中一个。过来就大家看到讲卖歹，就一直咧卖啊。即几档较济人啊，应该几档是无偌济人啊。亲像阿文西已经是第3代，今年因的订单比去年加1000份，拢总7000份，所以因1礼拜前就开始无用款了。这2天拢是3更半暝煮食，互民众透早摕倒转去，会当参厝内人围炉。记者陈嘉文、赖伟做高雄报道。现出是大家当咧围炉，咱台湾人过年就食长年菜、发粿，但是观众朋友敢知影其他国家过年暗爱食什么菜出？同做来看马来西亚的华人，伫过年爱食什么好料理？过年食青草，澎湃一道菜，代表团圆的好日子。伫马来西亚过年时，其中一定爱食的料理是这项。七彩鱼生，伊准备的过程真繁琐。伊伊叫捞生，捞生，伊其实是广东话捞生，捞的意思就是这个几种迄个食材蓝蓝的好起来，好起来，好起来，捞生。那迄个生的是生鱼片的意思。这出料理材料侪项，佮高工，伫马来西亚算是餐厅菜。来台湾生活10外冬的吴美英，思念故乡菜，家己动手。就是安尼用，无同款的材料，就是安尼一项一项一项，用个幼幼吼。红白菜头、盐水、姜片、菜冻，配起来色彩丰富，佮有老热喜气的感觉。尤其这出菜食的方式嘛真特别。爱拿好拿讲好话，而且福愈悬，代表福气愈多。发啦，发啦，对，要辣高高发啦，很特别。其实，我那边我雅金妈妈有啊，在雅加达那边也有这种习俗，可是我们那边是辣的，比较有辣的。跟咱台湾食的较无啥共。嘿，无啥共。台湾过年拢食鱼啊、肉、汤。但是无这款凉拌的菜，这道菜是我第一摆食，我感觉就好食的，我介意。过年团圆围炉，每一个国家拢有代表的年菜。去年开始，因为疫情关系，新住民要回去故乡一抓是真困难。大家小少分享年菜料理，希望今年会当大吉大利，一切平安顺遂。记者尤淑晴、谢桂林宜兰报道。高雄盐埕区过年才有的新乐街市啊，已经办55档啊，逐档拢对过年日办甲吹沙。虽然无因为疫情停办，新乐街市的规模也是对300档减甲剩无100档，来说的民众嘛无应过一半。趁食团圆饭进前，民众小少出来行行咧。新乐街春节市集的人无多，甲英国下前的状况比起来，看起来真像样。但你拢来踅街的民众讲，真正有感觉。食物的店家应该会有影响啦，然后因为南部的疫情又没有北部的疫情那么严重，所以就是那个卖衣服啊，或者这种玩乐的店家应该比较没有影响。大概7、8成有，人数差很多，包起来打包回家再吃，这样比较卫生、比较安全吧。市集的规模都300外档，减到90外档。今仔日踅街的人，甲英国比起来是减少5成以上，甚至还有空的单位等待被出租。其实做摊贩是没有办法去跟家人做合作，就是一起吃团圆饭。那今年呢，许多的摊商很开心，是终于可以跟家人团聚了。春节限定版的新乐街市集，当年都过年暗的中昼开始，一直到初3，连续4天拢会安排无同款的活动来炒气氛，嘛互规条街仔是闹热滚滚。毋过今年新冠肺炎的疫情冲击，像讲屏东潮州、内埔甲屏东市3大春节市集拢总停办。有55年历史的新乐街市集照常举办，要兼顾防疫甲上机。我们都有用那个酒精啊，消毒啊，对啊，然后客人完之后，这个酒精都全部都消毒一下。拢有准备酒精啦，口罩啦，
有啦，拢有准备一寡欢喜用的物件。虽望不三时也是有民众袂记得刮嘴暗，巡守队嘛一直来回宣导甲提醒，人家期间要放心出去佚佗，自我的防疫措施是一定要做好。记者综合报道。过年日有真侪独居长辈、弱势家庭围炉较无能力，红道基金会特别送因围炉菜出，今日下昼佮邀请因做伙围炉，感受团圆的温暖。哦，这么多嘞！甲礼物拍开，看到内底有鸡卵糕，这个阿嬷是笑甲真欢喜。围炉即天的中昼，老朋友做伙食团圆饭，会当讲是最近上介欢喜的代志。红豆阮豆呢，准无来遮围炉，阮嘛买个吃，我好，我来红豆20年啦。袂少民众会伫围炉这一天，甲厝内人做伙食团圆饭。不过，这对独居的侪伙人甲弱势家庭来讲是真无简单。红道基金会台北中正甲内湖志工站举办围炉的活动。在侪伙人除了食好食的物件以外，还阁会当抽红包摕礼物，感受年节的气氛。啊，像安尼办甲遮尔好，我总欢喜。敢若我一个囝，安尼有安尼关心我，有感动我，啊，啥来做甲遮好。我身为一个站长，那我就尽我自己的能力，维持在每年这样子的一个预算。我希望能够在这过年的时候，尤其是这种除夕围炉。他们也可以享受到这种大家庭的感觉。志工站长连续第4年提钱出来办这个活动，希望在新正年头，或者老大人有快乐的记忆。未来嘛会规划当年来举办，延续这份温暖。记者综合报道。写汉诗对一般人来讲是真无简单，口文口台语搁开始考验。不过，từ高雄文德国小的台语老师苏安德。真够教学生囡仔写台语诗，伊的秘诀就是讲台语变魔术，无怪学生囡仔拢真介意伊的课。即马呢，来，咻，呀，老师你念啥？恁知无？台语哦，台语背上条，咻，变红人嘞。用科技棒变魔术，囡仔目睭金金上。文德国小苏彦德老师的台语课，甲一般的课真无同，因为3不5时，伊会变一寡魔术，互学生对台语有兴趣，而且因毋若学讲台语，嘛会晓写台语诗。趣味的味，伊爱的韵是啥物韵？伊，好对，就是这个伊哦，这个叫做伊，毋是爱哦。这班5年啊，才学一学期，就会当一句一句道出一首台语诗。双眼爱照顾，近视足痛苦，目睭无前途，日子真歹度，生活真糊涂，塞车看无路，押韵上困难。因为爱找迄个伊。想的时阵会想到一粒头2粒大，想了是。感觉真轻松。要解决写诗上困难的押韵，苏老师整理一张押韵表，要押什么韵，就家己找出来。学生豆豆啊学着写诗的撇步。针对因常常出现一寡台语词，甲接应的，我就来甲整理这个对照表，啊，搁在押韵表拢甲整理好做好势，安尼囡仔去写作就较紧，啊，因就较爱。讲台语，为着要鼓励学生创作，苏彦德甲学生写的诗搭伫个教室，互大家欣赏。伊定定指导学生参加比赛，也是投稿，看到作品刊伫个报纸、杂志，有的学生欢喜甲跳起来。会晓讲台语，你就加一粒头壳，你思考的角度会无共款。啊，所以我就想讲，咱互囡仔吼，一个无共款的，毋是干咧伫遐唱歌跳舞，吼。啊，咱会当写一款物件加留咧。苏彦德教台语10几冬，伊家己嘛爱写台语诗，伊希望囡仔会当因为写诗找到兴趣甲成就，嘛较爱讲台语。记者陈家文为做高雄报道。最后来关心明仔新正吹日的天气。北部地区14度到21度。中部地区14度到23度，南部地区14度到25度，
东部地区16度到25度，外岛地区12度到22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祝福乡亲春牛闹彩彩，好运直直来，咱再会。